無論你是做小生意，也是開公司，攏佇開業以後一個月內，家裡該地區的商業同業公會。不過，長年以來，因為無法源依據，造成所謂業必歸會效果大大打折。不過，內政部佇去年針對商業團體法第12條已經修法通過，也就是正式有強制加入工會法源。面對這項重大變革，台南市商業總會理事長宋俊明、地副理事長韋月華加商務顧問李茂坤陪同，嘛對外宣導該政策合法性、立法福利加好處，呼籲公司行號應該盡速完成歸會程序，也無一旦被主管機關稽查，其他是經過檢舉查證事實，將面臨裁罰的風險。現在國際的氛圍這麼競爭，所以每個百工百業的中小企業加入這個工會是真正是真好的代誌。所以我在這邊呼籲代表台南市商業總會呼籲我們的中小企業，如果說現在內政部已經通過如果說可以的話，盡量就是你們有相關的工會可以加入不一定說你的行業是行業別有什麼特定。就是說，你有相關就可以加入所屬的想要的加入工會這個是有關，這個是法令通過的，所以我希望說我們台南市的百工百業的中小企業能夠針對業必歸會能夠大家能夠要有所認知這個是整個帶動我們中小企業是一個城市進步的一個小引擎所以這個帶動我們台南市的一個經濟的一個脈動，所以大家能夠一起努力。台南市商業總會目前有115個附屬商業公會，面對基層公會爭取業必歸會20多年來努力，終於通過，會當集合同業的力量，保障大家權益，進一步促進產業的發展等多贏局面，表達肯定。業必歸會已經足辛苦通過，希望講大家每個工會啦大家來加入大家啦有這個行業來加入會當受咱政府的這個保護啦、保障啦工會的角色內底會當甲伊協助處理一寡伊無法度處理的工作其實工會攏是咧照顧咱迄個基層的會員啦。希望講大家要參加到迄個工會的人，攏愛來參加工會，對咱是一種真好的保障，嘛是這個業必歸會要來照顧咱的業界的一種動能所在啦。商業總會強調，以後如果公司想要競標政府公共工程，一定要有工會證明，加上立會也有旅遊、餐會等補助，真會好。所以千萬唔通為了省立會年費，甚至誣告受罰。台南新聞管制採訪報道。